为抽象到写实，为油画到水彩，台南400台湾澳洲国际艺术交流美展，除了带领观众欣赏无同的艺术领域，嘛感受无同所在文化交流。我们的合作体现最真实的澳洲多元文化的精神与实践。澳洲的主流文化已经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文化，而是包容所有移民文化，包括台湾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澳洲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哦，什么叫做这个多元文化交流的这个艺术盛会这样我们希望借着澳洲的经验的参照啦，能够跟我们有一些交流对话。台南400强调多元开放的精神。展览当中有来自台湾、日本、澳洲等国家知名艺术家的70多件作品，包含阿库里、水墨画、油画、水彩等等，相当多元丰富。嘛会当看到澳洲当代原住民风格创作，另外还有多媒材装置艺术及招彩。花鸟的方面就只有展出了一个3年做的一幅，应该来讲，对我来讲，创作就好像生命历程一样。其实我是用我的创作绘画在写我生活的日记。我这次也展出了2幅跟菩萨有关的作品，在有一年的母亲节前夕，我想到说其实菩萨就好像是孩子的母亲一样。它是一种慈悲。这摆展览唔但促进各国艺术家之间的交流甲合作，嘛让台南透过多元文化的艺术世界甲世界交陪。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